好，现在来到我们棚幕面前的是我们的拉迪欧的嘎嘎喉咙。
好，
Bitaw ko, latiw na selalan, tapat-tapaan, umitabu kamay.好，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拉迪欧阶层。